目前宜兰佮花莲雨是落了真大，花莲玉里的高寮大桥，佮有富里乡的轮天大桥变道嘛已经受损。中环公路的关湾段又佮崩山，目前佮会抢修。花莲有民众是真不满，讲雨落了遮尔大，佮袂放风台架。目前花莲的玉里、德溪、富里下晡已经开始停班停课。屏东包括恒春、琉球、车城、湾州、崩山，佮有西亚、牡丹等7个乡，佮有高雄的那马夏嘛为暗时6点开始停班停课。大水一直从桥面受风台影响，原本已经有警线封起来花莲高寮大桥一早早起，工作人员发现桥面已经出现壁痕，也佫破去。另外，伫富里乡的轮天大桥变道也互不同的溪水冲坏去，那座桥山也有人受困。院桥轮天大桥冲毁了希望我们不要进出，以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。因为63山目前是没有游客，但是上面有住户，所以我们也呼吁所有的住户不要强制下山。另外，台北线114.4公里关湾段边坎土石崩落去，唯一通行的便道拢是石头，无法度通过。太多个国家工程内底4个拢是水墙，民众唔通入去。25号下午4点的时候，已经封闭所有园区的油气步道。太港处辖区的原来核准的队伍有117队，417人已全部下山。目前山上也没有登山队伍。花莲雨势真大，有未少在前部分民众怪官府为什么无被放假？官府解释，目前雨量甲风力拢无达到放假标准。雨量有在350以上的话，那依照实际雨量的预估雨量，我们可以做停班课。另外的话，如果假设我们是在路警的发布范围内，那如果风力有达到7级以上或阵风10级以上，那我们还是可以宣布停班课。依然也是透风落雨，烦恼农作物会受损，农民透早赶紧到菜园抢修，做安全的防护。面对风台来势正强，预判地区愈暗，可能雨势愈大，拢爱特别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